罪孽，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目睭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雪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碎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求你擦消我一切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赐我新搁忠实的心灵，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唔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犯过失的人通归向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咱的上帝爱咱烧香拜拜献祭啊无？才咧讲上帝啊，你若爱我欢喜献。不过，佫讲一句话讲，咱的主上帝，伊所爱的是咱反悔罪的心，伊爱的是咱伫伊的面前真正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清气的手。甲咱的主上帝三甲行今仔日咱有2批的人无伫咱遮，咱组织了一台游览车出去，咱佫一群人走去日本，所以今仔日你会看到真恶劣不过咱感谢主我有一个好朋友好同工对温哥华倒转来颜三贵长老夫妇咱先甲拍一个扑咧，好毋好？80几岁啦，80岁啦。伫温哥华真好的同工，若确实会当，我若要有时间，请你准备心，再5分钟，用感恩的心，你看会当啊无？感恩的心，5分钟，若有时间，我看知。OK， 咱开始会再去敬拜。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要做伙来学乐主。哈利路
我属耶稣。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哈利路亚，阿拉主，阿拉主，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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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拉主。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要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起立，咱们互相来请安，互相来问好，因为我欢喜，咱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真欢喜，早起咱看到你来到教会，咱们上街来敬拜，咱们上街来娱乐。感谢上帝，互咱通过见面，互咱通会当上街来请安问好。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信靠耶稣，真正甜蜜。信靠耶稣，真正甜蜜。只有信靠主的话，只有念伫主的言语。信靠主，好去无限。耶稣，耶稣，真正可靠，最事已经证明。耶稣。信靠耶稣真正甜蜜。信靠耶稣真正甜蜜，只有信靠主的话，只有念伫主的言语。信靠主，福气无限。耶稣，耶稣真正可靠，最事已经证明。耶稣，耶稣。我信心那坚定，也愿我那亲像耶稣。那亲像耶稣，那亲像耶稣，我以爱，那亲像地地高天。
今仔日唱的诗歌，拢有耶稣。我属耶稣，信靠耶稣，哪亲像耶稣？圣经甲咱讲，耶稣是上帝的囝，耶稣是咱的救主。咱来了解耶稣的特质，咱要学习耶稣的款式，咱更加爱实践耶稣的教示。咱嘛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最后要邀请咱兄弟做伙来吟唱《耶稣我爱你》，对心底来唱。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三角来起立。永永之地，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野也无善，伊的智慧袂通测度。野善的，伊予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为野为善，勇壮的人也为跋倒。独独倚靠耶和华，要得到重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也无野，行也无善。这个时阵，咱犹原徛伫咱三角来坐念10条诫，上帝10条诫。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永远用别个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记伫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就我做你一切的工，独独第7日就是按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踮伫恁中间的出外人，
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偷窃。第9届，毋通做假的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厝边的一切所有的。这是咱犹原徛伫咱3角6同心祈祷。阮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看顾保守，你的恩典满满教业伫阮的人生。感谢你听阮，感谢你伫阮的人生会当找着你，会当伫你的国度来称你做阮的天父，互阮的生命有迄个无限活出阮的生命意义。这是阮用感谢来到伫你的面前，无论阮即摆是啥物种的境遇，当阮安尼时，你就要带来改变。阮的生命，阮的眼光，阮所拄着的，阮就要用你的眼光，用你的观度来看。恳求你，互阮的路开阔，互阮甲你的光3角3拄，互阮真正活出你的活力。恳求你，即时甲阮同在，互阮专心来敬拜。阮也要献上感谢，阮已经完成长老执事的改选。阮恳求你将合伊的神，求你圣神充满，赐了你的智慧能力，甲阮遮的长执正同工同在。阮11月16、17，阮就有一个退休会。恳求你将你的美娘属天的来充满，互阮遮的同工，互阮成做一个水的团队。会当来完成你的托付，完成你的呼召。这是阮抱着毋甘的心，阮有2礼拜来有2位长辈来离开。特别恳求你，甲收音者的家庭，甲定国兄伊的妈妈过身来恳求你安慰看顾。阮即时得到一个消息，阮的兄姊者伫住院中间也有一个危急的时阵。恳求你来扶持看顾，切去因的目屎，互因勇敢，有抱着愿望伫你内面迄个永活来掠条。恳求你甲因同在，阮伫病痛中、住院的、伫疗养中的，拢恳求你安慰、扶持、怜悯、医治，特别甲伊厝里人同在。这个时阵，阮特别将阮的国家放伫上帝你的面前。阮的选举伫要到11月24，恳求你，互阮一切选举来顺遂，无有啥物的动乱。恳求你，将你下你旨意、你所欢喜的人来，互阮顺利选出。迄个中间也有真侪公道的议题。恳求你，互阮人民拢有智慧来做选择。伫遮个公义政治的内面来充满，互阮社会国家会当愈来愈温暖，愈来愈有生命，愈来愈光明，有公义甲正直充满伫阮内面。这个时阵，恳求你帮助阮安静，专心伫遮来仰望你。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51篇，15篇，就是4篇51篇。咱三角来交托上帝的话。启应文15篇，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
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后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请求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下面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第2章，咱要为第1节看到12节。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过几啊日，耶稣入迦百农，人听见伊伫厝内，就侪人聚集，直到无空地，连门口也无。伊就讲道理互因听。有带一个半衰的就近伊，是世人跟伊来，因为人多，袂画裙碗，就伫耶稣店的所在拆厝顶，互伊规空就将半衰的倒伫坡里堆落去。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半衰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啦。”有几来个经学士坐伫遐，心内议论讲。这个人怎样安尼讲啊？伊是欠权滥散，拄上帝以外之罪未赦免罪啊！耶稣心内念边知因有即号的议论，就甲因讲：恁啥事伫心内议论才会啊？甲半衰的讲：你的罪赦啦，还是讲起来举你的蹼仔来行，倒一项较快？都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罪，就甲半岁的讲：我甲你讲，起来，举你的蹼仔倒去你的厝。伊就起来，伫众人的面前，随时举伊的蹼仔出去，直到众人拢戆影，规英讲上帝讲：阮将来袂捌看见安尼的事。以上，这是咱三甲来。读咱今仔的金句吼，伫马太福音第7章12节，伫咱的周报顶悬嘛有。马太福音第7章12节，咱三甲来读，咱先来用台语来，咱三甲来坐念。所以恁既然爱人款待恁的，恁也着安尼款待人，因为这是律法甲先知的道理。这是咱用华语，我们来。读一次，来，我们一起。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时候，下面咱来请圣歌队学乐，因为诗歌是听见救主出声在叫。
接续讲道，咱要来请咱王牧师来甲咱分享。伊的分享是耶稣的吸引力甲特质，耶稣的魅力与特质。大家平安。毋知伫你的一生的中间，你有啥物所谓的偶像啊无？毋知伫你一生的中间，你有伫咧找找一个对象，通互你真羡慕啊无？现代少年人若讲到，即马有一个影星来啦，有一个歌星来啦，有一个啥物特别的篮球明星来啦，一窝蜂直走去，甚至真侪人厝内拢有真侪伊的偶像人物搭伫遐。各位，我毋望你心内有一个你所羡慕的人，迄个人就是耶稣。我嘛毋望你会当陪伴你的囝、你的孙，一代一代用耶稣成做咱众人伫咧羡慕的对象。有真侪人，伊人生有一寡偶像的追求，但是迄个中间无耶稣。有一寡人，伊的人生有一寡历史的人物，但是无耶稣，我感觉真无彩。因为到即久2000几年来，耶稣事实改变太侪人，侪人因为耶稣欢喜放落因家己，搁较悬的职位，趁搁较侪钱的人，因拢欢喜为着耶稣放落看无家己，然后为着别人来存在、来死、来活。耶稣，即马伫台湾，我毋知恁感觉台湾的基督徒是哪来哪少啊，哪来哪多？台湾的基督徒是哪来哪多？啊，迄个原因是，逐个人开始21世纪，才直直发觉耶稣，耶稣，你是至宝。耶稣，耶稣，你的话，你的言行举止，事实会当救这个社会，会当导正，会当调整这个社会。因为今仔日，我毋望咱小可用淡薄仔时间，咱来讲看耶稣，伊是一个真有魅力的人。马可第2章第1节，这个才讲耶稣转来到加比农，伊伫厝的消息，伊转来到加比农的消息传开去啦。第2节，侪人聚集，偌侪人讲规间厝的人拢塌田，讲连门也无法度，连门要入去拢无空地。然后遐侪人围雷，知影耶稣转来到迄个加比农。侪人对逐所在都真自然聚合。你会看见耶稣有一个吸引力。耶稣行对一个所在过，然后塌田的人伫遐甲围雷，中间有一个叫做撒该耶撒该，讲无位通看到耶稣，伊就爬起倒位伫咧看耶稣，拴在树顶。你会当看到耶稣。伊的生命的特质有一个真特别的吸引力，无论伊行到倒，一堆的人直直要看伊，一堆的人直直要听。啥事耶稣有即款的吸引力？只讲耶稣转去到加比农，规间厝塌满，连门都无法度入去。大只阁有一个讲有4个人跟着一个。变碎的，所谓的变碎，就是伊家己无能力行路，伊破病啦，伊无法度通家己行路去听耶稣讲道，所以只要有4个朋友，只要有4个朋友，就来甲讲做义工来甲讲，讲进去到遐会当入去也袂当入去，袂当入去，袂当入去，当要安怎？因对真远来啊！啊，即个人破病的人。较无要见耶稣，所以讲，即4个朋友怎啊？甲即个破病变碎的、袂当行路的，怎啊？甲扛起个厝顶，
然后过来咧，讲一个厝顶共拆开去，厝顶拆开了，怎对耶稣伫遐咧讲话的所在，怎对面前怎随落去？四个朋友去派一个变随无方便去耶稣遐个啦。耶稣诚做一个正人的偶像人物。只有一个人，伊真正无法度，心内较无，伊无法度，加在伊身边又交到一寡好的朋友。好朋友伫当时出现，伫真正耶稣出现的所在，伫迄个时间，即个朋友变衰的人无法度去，只有4个人欢喜出来，然后甲派去，甲赶去。我毋知影你身边有即款的朋友啊无？咱真侪时阵，咱有一寡朋友，然后你有可能发觉，伫你人生原本拢好势好势，到尾啊，竟然你的朋友出现，甲你的一寡钱拐了了，甲你叫你去投资这投资迄，然后互你一寡拢差不多，你原本真好势的经济，全差不多放弃。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事业，规个拢为着安尼放弃，谁人互你放弃？你的好朋友，你至亲的亲族仔的人，真侪时阵，你伫咧好康的时，一寡人伫恁兜拢足济出入入，但是伫你拄着艰难的时，一寡人走了了。咱讲即款的人交的朋友叫做啥物朋友？酒肉朋友。我少年的时我想讲，我是一个足单纯足用心交朋友的人。我遮尔用心，即对朋友遮尔忠的人应该我会当交到真侪会当信任的朋友。所以人咧讲，一世人早前有一寡长辈一世人若有3、5个会当信任的会当靠的朋友就够啊啦。我心内拢不服。我对少年，我直直认真打拼交陪朋友，到老我30、50个绝对无问题。我即摆已经人生迄个观察对一半较加啦。恁了，我即句的结论是啥物？会当信任的朋友多啊少？真少。真正伫咱的人生拄着代志的时，会3赞，拢无第2句话。拢无第2句话，对头挺你到尾，即个人真少。伫遮我有看到一个变衰的人，虽然伊的人生有起角，虽然伊的人生有真侪无方便，但是即个人又交到4个，互伊通放心，互伊通得到安慰的朋友，就是伊真想要去看耶稣。但是伊无法度通去，只有4个人徛出来讲：你爱去吗？你若爱去，阮甲你赶，硬甲你爱嘛，甲你爱去，甲你赶嘛，甲你赶去。真正赶去到遐，我讲袂当入去，安尼要安怎？讲共徛厝顶，我毋知你若是迄个家庭的主人。无代无志，互耶稣入去恁兜讲道，知影耶稣伫遐咧讲道，都好人踢甜怎溢入来，伊来讲到一半，讲厝顶一群人，咱要怎甲你个厝顶徛去啦？你若是迄个厝的厝主，我毋知你会啥物款的反应。我看到的是，即个厝主无爬起的量。即个厝主，伊无掠狂。即个厝主，咱对头到尾拢无看到。即个厝主有一寡什物激烈的反作用，拢无。咱敢若看到遮一个变衰的，伊较无要见耶稣。看到即个变衰有4个朋友，真忠真实，用行动来采取行动，真正。完成这个变衰的朋友的美梦，互伊一世人的梦会当成真。我常常伫咧甲李妹讲，咱的真灵关怀协会
将来咱要搁做一个事工，迄个事工是啥物？圆人的梦。若有人到老啊，然后伊人生有一个梦，伊袂当实现，伊家己已经失落实现迄个梦的能力，伊的子孙嘛无法度替伊实现即个梦。我讲，咱爱来替人圆梦。才有死的朋友，伊徛出来，然后甲即个变碎的人的梦甲完成了。要完成伊的美梦去见耶稣，爱冒真大的险，日带真大的勇气。拄着困难，只要有信心、有勇气，真侪时阵困难毋是困难，你都敢若直直的找着办法，直直去克服。但是伫迄个克服的过程的中间，你会拄着真侪麻烦，甚至你会冒险，去完成。这四个朋友真正是一个忠实的朋友。这四个朋友真正互咱会当实在是看落真感动。即摆问题当咧讲即个耶稣的故事，讲即个变碎的四个朋友的故事的时，咱咧讲，亲爱的兄弟姊妹，请你用你剩的时间，紧去交一寡拍死无提的朋友。伊伫你因为人生起起落落，当时要安怎拢毋知。有人伫咱发生代志，伊徛出来挺咱。才有四个朋友，伊真正甲别人的厝顶拆了起来，怎甲即个甲碎落去。我想迄个锁啊嘛是临时去撞来，因为因对厝呢甲转来的时，想讲都敢若去转到耶稣今仔日聚集的所在。因绝对无想着讲聚集的所在拢满，然后因就爱去共拆厝顶拆了，就爱去用，也搁就爱需要锁甲堆落去。我想这些物件拢临时去撞，即个看见伫人生的路径的中间有足侪问题，但是拄着问题的时，你若有信心、有疼心、有热情，真侪问题会解决。所以基督徒伫咱的信仰的人生的中间，真要紧是培养你的勇气，培养你的信心，培养你的疼心，才会带你的人生直直突破各种的困境。那这个人讲对厝顶遐垂落去了，垂落拄啊伫耶稣的头前。第2章第5节，马可第2章第5节讲，耶稣看见什么人？假的人，耶稣看见假的人的信心，请问你对这个假的人，你的解说是啥？假的人是指啥？遐群众吗？是毋是？毋是，啊无是假的人是指啥？是这4个朋友吗？是，有包括迄个变碎的无？有。耶稣看见假的人的信心，所以这个才有一个真要紧的当事人。当事人也要有迄个自觉，当事人要有迄个愿意，当事人要有迄个脚步。当事人真脚步要去见耶稣，伊迄个真主动的脚步。感动边仔的朋友，阮来甲你完成，阮甲你三甲来完成。讲耶稣看见假的人的信心，就对迄个变碎的讲：囝，你的罪得到赦了。正人的信心带动耶稣赦免这个人的罪。正人的信心会带动，互一个需要的人的需要、梦想得到成全。正人
所以我想伫即个只嘛，互咱一个提醒，所有的囝儿，逐个人若合作起来，父母会渴望，父母的梦会因为囝儿逐个人合作起来得到解决。兄弟姊妹，逐个人若合作起来，厝内一个问题会当得到解决。耶稣看见众人的信心，这个信心有行动啊无？这个信心带着行动的信心。所以人毋是干那简单信，都要阁有行动。所以兄弟，伫咱的信仰历程的中间，伫咱的教会生活的中间，伫咱的社会见证的中间，咱的朋友足具体、足强烈的信心以外，还有足明显的行为带伫遐。耶稣看见这人的信心，其实耶稣看见的信心，毋是干那讲因信，是看讲耶稣看到因的行为。即几个人甲即个破病的朋友，直直甲开来到遮，怎啊佫甲人的厝顶拆了，佫拄啊安尼甲随落来。我看到遮个人行动结果的信心，就对伊讲：你的罪赦了。请问故事到遮是好代志啊，歹代志？好结局嘛，对无？好结局。但是遮都偏偏有一群人，伊无要参与即个欢喜。遮有一寡人。讲是经学教师，讲是文士，啊，遮个人专门拢伫咧做记录的，伫一个团体若专门拢伫咧做书记的，迄个人，拢是上有学问的人，读上侪册，经过上侪训练的人，啊，遮个叫做经学教师，竟然伫耶稣伫咧做即个真要紧水的故事，行到遮，都有一寡。家己掠做家己真牛的一群人，伊心内无欢喜，心内咧议论，讲即个人竟然伫咧讲欠权欠权滥散的话。才有一寡人，伊无参与伫即个，伊无参与伫即个生命改变、感动的故事的行列。然后当边啊冷眼相看，当边啊拢踮遐伫咧看，硬念，然后咧讲的、咧传的，拢是负面的消息。经学教师，因拢掠做家己真牛，因掠做家己捌足济，然后请问伫遮讲，即个人竟然敢讲欠权滥散的话。这个人是指啥？因为讲这个人，这是指啥？耶稣。这个人的目睭中，伫咧顶的，伫咧顶耶稣。竟然这个人敢讲这么滥散欠权的话，因为除了上帝会当赦免人的罪以外，伊竟然讲，伊会当，伊要赦免即个人的罪。一个真要紧故事的改变者，上关键的耶稣的角色，正做这个掠做家己真牛的经学教师，批评攻击的对象。这个人。耶稣，你这个人，啊！耶稣这个时随时甲因讲：恁太安尼想咧，恁太想甲遮尔奇怪咧，恁太有遮尔奇怪的想法咧。然后耶稣讲：对这个病人讲，你的罪得到赦啦。较简单的，也是讲起来，摕你的袍仔起来行。较简单的，来，请问你的看法安怎？圣经内面原来无甲咱直接应答。细囝，你的罪得到赦啦。较简单的，也是讲患者起来，摕你的袍仔起来行，回家吧。你想这两种，倒一种较简单？哈？
肉体得到医治较简单，还是心灵的罪得到赦较简单？其实哦，简单困难在伫一项啦。你有法当做啊无啦？你若无法度当做，你两项拢足困难啦，敢毋是？那对我来讲，我两项我拢无法度啦，所以两项对我拢困难啦。请问你毋知你会当做倒一项？耶稣伫遮无应答。耶稣讲要对即个病人讲。世间你的罪你就赦免啦，还是讲对这个病人讲起来，安尼表示伊原本是迄个变衰，骹袂起来，袂当起来徛，袂当起来行。耶稣甲命令讲起来，摕你的袍仔起来行。有人讲袍啊，那这袍啊，什么是袍啊？写字的袍啊吗？毋是啦，倒咧迄个啦，倒咧迄个，草球啊。啊！但是草球啊吼，草球啊，佫卷了就破去咧，行落伤远的路就破，迄就等于是迄个，咱都反正，我想恁拢知影我要讲啥啦，啊都，啊，所以迄卷遐尼远，佫无歹去，啊，就是暴类的物件啦，暴类的物件啦。咱咧讲成军的迄个担架，吼，啊，但是迄担架佫是，我想迄是较属伫暴类的物件啦。若讲赦免人的罪，这是上帝的权柄，互人病痛得到医治，这谁人会当做？上帝行神者病人会当得到医治。咱教会有真侪医生，医生会当互一个人袂行路，变做会行路啊袂？这件事情骹滚登去，即摆会行路。下早起我阁得到一个消息，王福祥牧师恁知无？王福祥牧师昨昏发生车祸。骹断去，所以即马伫中基伫咧治伊的骹。医生会当互袂行路的人变做会行路起来行，但是医生无法度通赦免我的罪，对毋对？耶稣对这个经学书的人的拗念、负面的观点。耶稣讲：“恁爱我对这个病人讲，你的罪得赦，较简单，还是互伊的病得到医好较简单呢？”耶稣伫遮咧做的是做一个较困难的代志。耶稣做一项较困难的代志。耶稣今仔日要甲你讲，你任何人，你若愿意，你若甲你家己当作是一个性命、心灵上不足、欠缺、需要上帝怜悯的病人，耶稣原来要甲你讲，细囝，你的罪得到赦了，因为伊的十字架的保费都是为着你流。所有的人，咱逐个人有一日，你若爱面对上帝，你要得到永远的活命，爱记得咱的罪的问题，爱大声解决，因为罪隔断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耶稣讲，细囝，你的罪得到赦了。咱感谢上帝，互咱有这个机会亲近这个耶稣，伫伊的十字架来处理咱的罪，然后罪的代志处理了，耶稣甲伊讲：起来，摕你的袍仔起来行，回家吧。安尼，这个人，这群人的信心改变，互一个人的心灵得到透放，互一个人的肉体得到医治，然后这个人的人生完全反转。讲最后，这群人将荣耀归给谁？
上帝。整个这个叫做救恩，这个叫做福音。通过实际生活，有一群人3陪伴，一群人3带倒，一群人用实际的行动，怎直直互相伫欠缺的人的中间，直直陪伴到最后，这个欠缺受满足，问题得到解决了后，众人拢甲荣耀归予上帝。毋知你甲我，毋知咱的永福教会有伫咧继承耶稣的事工甲任务啊无？今日咧讲耶稣的魅力，耶稣的魅力，魅力英语叫做 charming。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真紧讲过。CHARM charm 魅力，5个英语的字拆开讲 C 是 care， 一个若要伫伊的生命的特质的中间，互会吸引人，互人对伊印象真好。一个人若真正要诚做吸引别人，互别人得到信任，伊的生命的特质，毋是要甲人摕。伊是会主动去关心别人，伫别人的会直直去注意别人有啥物需要啊无？才有死的朋友，当因共同的朋友变随想要看耶稣，然后这死的朋友开始徛出来，关心、照顾、体贴，然后来关怀伊，然后甲这个人的需要，这个人的需要，你的朋友的需要，定定会刻伫你的心内，伫你身边的人的需要，你父母的需要，你会定定刻伫心内，然后对伊想要去替伊完成，替迄个需要的人去完成伊的美梦，迄个关心的特质。OK， I care because I love。耶稣会成做一个真有魅力的人，因为伊不时伫咧关心身边所有需要的人，然后到最后，甲这个人带到伫上帝面前。CHARM 魅力，第2个字叫做 H， 才讲 help。帮赞，你有关心，若无帮赞，真侪代志你有刻伫心内，但是你无出手帮忙，你的关心也阁是空虚的。所以心内有咧第一件代志真好，这已经是真好的第一步。但是真正有咧第二步，你就要出手帮忙。咱看到这几个朋友，伊真正伫需要的中间。把迄个变衰的朋友的需要刻伫因的心内，然后激发因出手帮忙，去替伊招总，然后逐个人出时间，好出了了后，去到遐，晓主动，嘛是搁继续搁想办法出手帮忙。即款的这拢是足主动、真积极，毋免别人勉强。所以咱伫咧做教会的事工，要做一个基督徒，就做光做盐，列位。我毋望你会当培养即款的特质，生命的特质。耶稣行对毕士大池过，看到一个38年袂行的，耶稣随时活去，我会当为着你做啥物？伊看到，伊会关心这个人，关心伊的需要，然后开始咧问我会当为你做啥物？伊开始咧找。我会当为你做啥物？这开始要帮赞的第一句话。太高的耶稣医治，伊欢喜接近，别人拢伫咧排队，耶稣欢喜。迄老的开到拢无钱啊，走头无路啊，耶稣帮忙。然后遐个意爱军队耶稣羡慕要见伊的面的，耶稣用上帝国的道理互因，然后。毋若讲话，上帝的道互因，也佫
关心因肉体，甲伊学生讲，互因食饱才转去。就伫咱的信仰的内面，常常听到耶稣的声讲：囡仔劳苦背重担的，通来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耶稣伊心内，伊直直要帮忙所有流浪的人，伊直直咧关心，然后伊直直咧讲：囡仔劳苦背重担，拢来就近我。我毋知你即句是毋是迄个劳苦背重担的？若是，请你来就近。耶稣要听你的祈祷，耶稣要满足你的需要，但是耶稣所爱的，真侪时阵是通过你身边的人。CHARM 第三个字叫做 A，action 行动。有关心，若无行动；有信心。若无行动，有疼心；若无行动，无行动是啥？死的。所以，迄个行动，一个人到底有行动力啊，无行动力？做老板的人上惊，伊爱去请一寡工人。我伫咧 interview 的时，逐个人来 interview， 逐个人拢讲甲真好听。逐个人的履历表一个显出来，哇，拢有够好看。讲落，逐个人拢真够讲，但是拼落去了后，就真侪头家拢真歹头，真侪人会讲袂做，咱毋知要安怎。因为咱要安怎培养咱家己，真正伫咱的生命的人格中间，咱是一个开花佮结籽，安尼信，安尼行，咱真正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Action， 这个人有4个朋友，这4个朋友因有信心，因有勇气，因拄着问题的时，但问袂当入要安怎？因为一个创意的想法，甲扛起来厝顶啦，厝顶要安怎？甲跳开啦，拄着代志，无咱陪伊啦。因为照一寡人实在是甘心。无付代价，无咧想后壁会发生什么代志。伊心意就是讲，要互即个人的需要得到完成。Charm， 耶稣有即款的魅力。CHAR， results， 好的结果。所有的行为到最后要达成好的结果。所有的行为到最后，拢要看见一个好事成就。我毋知咱是毋是拢会当是即款的非常正面人格的人啊？无，拄着问题毋是硬硬念，拄着问题反正是咧激发咱的潜在力，然后互咱直直咧想，到最后，逐个人合作起来，然后完成一项事。完成的迄项事，毋是归伫我。毋是归伫啥人，到最后迄个事归伫需要的人，佮归伫上帝。所以伫即个遮咧讲，到最后，逐个人归荣耀给上帝，好的结果出现，归荣耀给上帝。哎呀，好顶的水，所以即个叫做信仰的见证，好的结果。所以请兄弟，咱逐个人伫咧把握一项，当咱伫咧甲人交陪，当咱甲人伫咧三甲同工咧做代志的时。注意，咱会当达成迄个好的见证、好的结果啊无？有一寡人，你莫互伊插，也阁好小势，你若互伊插落去，问题害了了。你若信任伊，代志若真惨，佫真爱做，佫真爱来，要安怎？我想，咱逐个人伫咧努力，我爱诚做别人会当信任的。我爱诚做上帝所欢喜的，我的手若要做什么工，到尾做落去的是众人欢喜。注意，咱来努力，咱来学亲像这4个朋友，因真正对头到尾就是要完成一个好的结果。耶稣嘛，耶稣咧做这样代志，毋是干那肉体得到医治，连伊的罪拢得到赦，然后带众人归荣耀。但是只有少数的人，伫即个真欢喜快乐的氛围内面，有一寡人真负面。若迄耶稣都无当处理迄个方面，因为人伫上帝面前，
伊的心若已经变歹，伊若是疑心了后，你要安怎要甲调整拢无法度，因为伊已经家己有一套伊的价值，家己一套伊的看法，你要改变伊已经无可能。所以 ，charm 魅力最后一个字 M，CHARM motivation 动机好啊歹？即四个朋友来帮忙即个人，动机好啊歹？好，是安怎？你会当对倒位看着好？对头到尾付出遐尼侪的时间代价，甲冒遐侪险，无一项是为着因家己，一切拢是为着对方，一切拢为着对方，家己嘛有可能会去用拍。你声出你声出走来到阮遮咧，亲门大户，伫咧拆阮的厝顶，甲阮拆了，到尾后厝边隔壁滚啊股沙来，就怎啊木落去啊？这四个朋友，伊爱有迄个去打点所有的物件，打点了，安打逐个人的心，然后真正要完成即个朋友。要甲即个朋友带来到耶稣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甲这个代志做了后，带到上帝的面前，归荣光伫上帝。让咱看到即个流程，感谢主，愿咱真正学耶稣即个模式，到最后咱会当容神益人，到最后会当互人，因为咱得到福气。我想这个是咱的信仰，因为朋友的信心。一个奇迹发生，因为友情的溃烂，甲耶稣的怜悯，罪得到赦免，病得到医好，罪得到赦免，因为这个叫做救赎，这个叫做完整的救赎的旅程。所以，这个是咱伫咧传的福音。所以，伫遮，咱来讲，来到伫主的面前。毋茫你甲我，咱三甲来做一人工，甲所有需要的人带来到伫主的面前，甲光来到伫主的面前，然后互耶稣家己本身，互信仰本身，互圣经本身，互礼拜本身，甲遮个需要的人对话，到最后因的生命得到改变了后，因原来会当归荣光上帝。今仔日你若还阁有气力，请你的手毋通用，都爱斗因带，斗关心，举起你的电话关心苦难的家庭的需要。今仔日你若还阁会讲话，你就请你对人加一寡微笑、请安。所以礼拜三我望你毋通三个就走嘿，至少握过10个人的手，甲10个人讲话。你甲人三个握手的时，对人是一个温暖。将这个需要的人，通过信仰的过程交予上帝。这是耶稣所做。到最后，耶稣带这个人归荣光，学了上帝的名。有一日，咱勇壮的身躯、勇壮的心灵，有一日嘛会软正，嘛有需要。因为过去咱一世人伫咧光别人。到咱需要的时，别人会光咱啊袂？真自然的光咱，因为咱有足侪互咱帮忙过的人。耶稣讲：恁爱别人怎样款待恁，恁就安尼款待人。这个是人际关系，这是信仰生活足水的一项。所以，咱爱人怎样款待咱？真侪人卖咬念，我咧破病的时，无人来甲我看。因为你破病无人知啊，因为你帮时你无甲人交陪啊，帮时你礼拜三就走啊，个人拢毋知，人无啥捌你啊，要安怎？因为请你家己主动出来，交一寡朋友，你去关心别人，别人关心你。有一日咱需要的是别人会关心咱，这个叫做彼此相挺。因为彼此相挺，要人知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同心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阮感谢通过耶稣基督，互阮学着侪侪。阮也真正会当关心别人，帮忙别人。阮真正会当常常用行动来证明，阮是一个肯帮赞、关心别人、带人信主的人。
阮若是真正所做逐项会当带来好的结果的人，阮若真正是一个心思意念、所有的动机拢是纯正，干那为着真单纯，为着要互人得到利益，嘛要互人感受到上帝听伊，我嘛听你。那伫即款的下面，阮会当亲像一个小小的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特质，有耶稣基督的款，我嘛会当成做一个亲像耶稣，行到倒位，人拢会欢喜地，人会欢喜欢迎的人。上帝也恳求你，互阮伫听心内面有份，伫行动内面有份，互阮会当无论行到倒位，众人会欢喜，众人看到阮会欢迎，因为阮无论行到倒位，拢会要带来亮光，带来愿望，带来救赎，带来生命的重整。然后愿你领受阮的敬拜，愿你领受即句逐个人伫你的面前共同的祈祷。阮拢欢喜安尼学习。既然每一个人伫伊的心内讲，主啊，我欢喜对耶稣的脚步甲模式来生活的，阮的祈祷愿你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耶稣，恳求上帝，互咱成做迄个归荣光互上帝的人。这个时阵，咱三角来吟圣诗137首，杨99只，倒地平安。羊99只倒地平安，拢受羊条保护，只有一只失迷的山间。离开羊条迷路，流浪山岭变行风波，无受梁木管理照顾，无受梁木管理啦。咱来唱第1节、第2节、第5节就好。这是咱请咱起立，同齐来吟。这是咱来应答上帝对咱的恩典，咱三个来奉献。假使你若第一遍到伫教会，你还有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毋免奉献，袂要紧。
起来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是报告甲介绍，咱请黄牧师。来欢迎几位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请迄个对温哥华倒转来的迄个颜三贵长老长老娘，互咱看一下好毋好？请安就好。真多谢这老建师伫温哥华斗做真水的工。我伫温哥华对1994 11月初一到位，然后一年较无一年半后，伫遐设立一间金陵大学，温哥华金陵大学。了后10几年了后，我倒转来了后，迄个金陵大学就靠颜三贵长老娘伫遐咧斗欢。即马我已经离开10多年，遐也搁伫咧运作，伫咧陪伴遐个长辈，移民伫海外的长辈。我伫芝加哥读册，我最后我的博士论文是写老人，什么款的老人？就写移民出去伫国外，移民出去伫国外，遐个台湾的移民者伫海外年老了后因的状况。其实移民的长辈伫海外老化，常常拢真孤单。因为英语袂晓讲，佫袂晓驶车，然后袂晓讲，电视佫看无，迄个文化定定出去的时候，毋知影当转来，逐条过看落拢共款。若冬天即马出去落雪，我拢看掉咧，所以这移民的长辈当然老化伫海外，要按怎样过好日子？我的论文就是对遐，然后伫温哥华，阮阁创一个真水的温哥华金陵大学，真多谢颜天老三甲经营这个工。上午节的亲人盛达杨盛达伫咱的中间，盛达你伫倒位？有无？盛达阮欢迎你哦嘿！也佫有一位佫有两位黄雪儿算我这甲柯锦鹏柯敏雅锦鹏敏雅，恁伫倒位？这新的朋友 ，OK 伫面顶哈，上帝祝福恁 ，OK 毋茫常常会当看到咱这朋友哦嘿，欢迎恁。咱来唱一个歌，互相握一个手咧，好毋好？伫耶稣内，咱拢做一家人，报一个补位，稍等咧，你迄个稍等咧，咱等咧吼，迄个即摆11月生日咧，11月生日咧，先来，咱怎斗阵用迄个，稍等咧，来。11月生日，请你起立。咱的名单真多伫遮，请所有11月长老娘你嘛是哈，来请所有11月生日的请起立好唔好？拢爬起来，拢爬。寿星太，日来快乐。来，逐个人起立，咱互相握手感祝。祝你生日快乐伊就海落你海，落你你就海落你海，咱的名单一大堆吼，
竟然徛起来有徛无几个。OK， 愿上帝施恩赐福，互恁年岁若加添，上帝甲人若听恁吼。今仔日是咱宗会圣平主日。廖文兄姐，我要甲咱讲一样事。我讲的这样代志，你若无一定同意，请你原来甲刻在心内一角就好，刻在心内一角就好。咱有真侪时阵，咱来讲上帝所创造的人，敢若两种，一个是查甫的，一个查某的，对毋对？伫即个所在，你若看你填单的时写你的名，过来就是男的还是女的，互你交。这是咱传统以来几百年来历史以来，咱拢上帝创造的人，敢若男的甲女的。咱是安尼看。但是即句我要甲咱讲一项，我原来到50几岁，我才学着即个新的。即个我是要用负责任的心，我要用负责任的态度，安尼甲咱分享。伫咱的人群的中间，除了查甫的、查某的以外，也阁有足少数的第三性。迄个第三性的存在，伊真正是存在，伊是天生存在，很少数的第三性。这个人，咱的社会只有因真困难生存。有的人，你有看到男无成男，女无成女，有无？有的人，伊的身躯的器官，男女的器官同时存在，这是真的。有的人，我到即久来，我呢。有当时我小可无啥敢甲人介绍婚姻，因为我发觉有一个难题。咱常常讲无人你到30几也毋娶也毋嫁，无人你到40几也毋娶也毋嫁。我想我开始这样代志，我慢慢有拄着一寡代志，我发觉我开始要保守落来，因为有一寡人无适合结婚，因为有一寡人。由于特殊的存在的现实，所以你若真正鼓励伊娶一个某嫁一个翁，到尾彼此拢会真痛苦。这是真的代志。所以伫即个咱徛伫上帝创造的下面，我讲的这毋是人工的，这是真正天生的。那安尼，咱有真侪一寡物件，咱开始要学要安怎样。友善遮的人，要安怎互遮的人伫整个社会中间，因真少数，但是因也阁会当活甲真舒服，无受其他的排斥，还是其他的声音。因伫咧人的中间，特别伫教会的中间，没有异样的眼光，因为他们是真真实实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今仔日咱总会伫咧杀。性平，所谓性平，就是讲性别平等，男女，男的较大，还是女的较大？会记性平的性平主日，就是咧讲，伫今仔日这个主日，长老教会要杀男的甲女的拢变大，因有无共款的性格，但是因是变大，然后嘛要讲，也有一寡真少数的第三性，因嘛甲咱拢平等。这个社会嘛，爱互因有存在的空间。过去的社会是男的较大，即马咱长老教会伫上帝的创造甲因带启示下面，讲无，女的无影较输。那阮这个干长老常常咧讲，好，阮这个长老娘是我的医生安尼吼。我的人生若无这个长老娘通靠，伊的人生拢起大角。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程度，男女是无共款的功能甲存在。这点请咱用较谦卑来重新学。OK， 我想伫这个性平主日，我先报告到这。咱今仔日主日出去家己，咱一台游览车出去，
愿上帝施恩赐福，因耶和华礼拜这个师生家长，逐个人拢真欢喜。咱注意一项，咱顶礼拜因为顶礼拜咱有执事的选举，咱有一项真要紧是顶礼拜，其实咱顶礼拜的奉献爱为着明年度社区的服务来奉献。结果咱因为选举才拍乱咱一寡计划，咱一年爱差不多几十万咱顶礼拜咱再献4万几箍吼，所以请咱关心咱教会的社区事工愿上帝引带，互咱的社区事工会当真。咱到即句社区事工，我要甲咱报告，已经带真侪人随礼入教会，今仔日去主日咯。野外礼拜嘛有一寡客服班的，已经拢伫遐参与吼，真多谢。拜二有区会伫咱教会请2位长老出来交代牧师会陪妇女团契出去团队会留伫厝呢吼。后礼拜有花语堂要收圣餐，牧师会去带即个花语的圣餐。咱拜六原本拜六的小会咱都延，因为今仔日真侪人无伫个吼，所以咱小会延对佫延一礼拜，请新受选的原来斗阵开小会哦嘿，后礼拜原来开中执会，请中执准备心一寡遮个报告的事项。拜三的早间邀请你来参加，特别是遮个同工赶紧，咱16、1711月16、17，咱要去台中天主堂的圣爱山庄中级同工的训练会请要未报名已经报名，新选到的斗阵来吼若过去你是原来做中级团契干部的，虽然即马无在职，你原来会当报名。我想逐个人来认捌咱的信仰甲制度吼。所以咱有真侪团契的活动请咱关心，特别伫遮汉族兄弟昨昏已经火化礼拜，即马过来12月初1要伫咱教会个别礼拜，定国长老的妈妈姜湖长老嘛安息主怀，过来是19要火化，然后12月初8。个别式伫咱教会，下晡4点要伫迄个永福兄张永福兄的厝有一个感恩的家庭礼拜，伊会拄卖迄个大新厝吼，咱来去遐用礼拜献做祭。阴暗有迄个百人迄个感恩节圣诞点灯百人合唱的练习伫咱教会8点。请兄姐特别生活队遮吼，兄姐青年拢斗阵来百人合唱，真水的一首歌，请咱斗阵来哦吼。咱开始拢伫咧准备迄个圣诞的侪相关的活动。今年的迄个圣诞的记者招待会伫11月15，今年真欢喜是中基的搁较出力来支持即个工，县政府也搁较出力，今年县政府互咱50万。办即个圣诞的相关的活动吼，所以即个是咱教会对外见证真要紧的时间，所以请你咱逐个人拢参加来参与哦嘿。OK， 我想真侪事工请咱家己看，真侪人年老破病伫病院伫厝内，请咱互相代祷。以上报告多谢。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来吟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福气，那阵忧伤真快乐。读诗曲，学乐吟诗，满心平安真得意。为得快乐，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请咱同齐来起立，咱吟第一节就好，第一节。地主的心的
三甲来领受主的祝福。对主的人有幸福，愿恁时时刻刻将上帝掠条条，愿恁时时刻刻遵主最大教义的旨意行。三位一体上帝永远做你坚固的石盘，建立你的人生，徛在你的家庭，互恁伫逐所在做光做盐，荣耀伊的名。愿三位一体上帝赐福保守，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阳光遍照你，想赐你甲你一家拢平安。